隨住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不斷發展，近年不少澳門居民嚟到合作區，或創業，或生活，或養老，喺合作區書寫屬於佢哋自己嘅人生篇章。早上一到開店時間，喺合作區開超市嘅澳門居民 Cody 就到店裏忙碌工作，因為覺得發展機會可能更多，所以想嚟試下。因為覺得橫琴遲啲發展機會會多啲，所以想過嚟試下咯。生活啊各樣選擇會多啲咯，係咯。你話其實我覺得會比澳門方便咯。現在店鋪開業已經8個月，人流多咗唔少。Cody 店入面嘅客戶大多係澳門居民，有時佢哋想買澳門嘅嘢。現在雖然合作區一線放開，二線管住分線管理模式已落實，但規定要符合特定種類及數量。暫時都係國內嘅貨品佔多，因為佢哋平時用開澳門嘅產品，咁呢邊你想揾澳門嘅產品其實都比較難，都係等政策。佢嘅經歷正係合作區創業嘅澳門青年縮影，對未來充滿信心。後慢慢會多人，因為澳門政府啊各樣都好支持，好多方案咁樣，我相信以後會好嘅。中午時間，已經退休嘅澳門居民花姐，有時會喺橫琴新街坊長者飯堂食午飯。有合作區居住證嘅60歲澳門長者，3蚊就可以買到營養均衡嘅飯菜。3蚊一餐，我每日呢就係4餸1湯同埋1個生果。其實花姐剛嚟到嘅時候都唔係太習慣，佢話唔似喺澳門一落樓乜嘢都有得買，但現在澳門新街坊亦增加唔少生活配套，網購更方便，用個電話手機度生活，其實都好方便啊。喺合作區居住嘅人話，有時想返澳門買嘢都好方便。你而家係5分鐘都已經過咗個關㗎啦，即係長者留喺合作區養老生活亦唔會無聊。一日都有唔同嘅節目嘅，只要你喜歡，你參加你就報名就 OK 啦。退休嘅花姐講到非常滿意，但亦希望能有更豐富嘅生活配套俾居民選擇。期盼就係咧呢度咧生活更加便利啦。咁我哋當然希望多啲競爭啦，多啲商鋪啦，俾我哋一出門都有得選擇咁樣咯。喺澳門上班嘅張小姐，下班後返到合作區嘅家。雖然佢喺澳門工作，但大學畢業後對比兩地，佢選擇喺合作區住。呢邊比較靜同埋環境好啲咯，即係你相對用平啲嘅價錢換到一個舒服啲嘅環境。但發展中嘅合作區還有好多未完善嘅服務設備，休閒時間業餘活動比較簡單。呢邊就相對靜啲，同埋冇咁多夜生活咯。澳門就熱鬧啲咯，多啲唔同嘅節慶祝活動啊。呢邊就相對少啲。張小姐住喺橫琴口岸附近，但喺澳門黑沙環上班。佢考慮後，到後選擇從離公司較近嘅青茂口岸過關。咁樣嘅通勤模式，每日需要花費較多時間。因此，佢目前最想解決嘅係有跨境巴士。如果可能有啲跨境嘅巴士送去橫琴嗰邊，會再更加好咯。喺合作區生活咗幾年，張小姐總結仲係滿意嘅。民眾建澳聯盟嘅唐可南講到，針對合作區嘅建設，政府需要推出多項計劃，組織澳門居民和青年實地走訪合作區，但若要真正建立歸屬感，不能僅停留喺表面參與。促進融合政府一啲工作中咧，其實都見到佢哋有做好多嘢，鼓勵大家有即係形成呢一個歸屬感嘅話咧，其實更重要咧係有呢一個嘅情感嘅連結啊。其實都建議政府啦，可以係再加強點樣去實踐呢一個跨境政務服務嘅呢一個無縫銜接咯。現在灣區融合發展加力提速，硬聯通、軟聯通攜頭並進。街坊總會理事長陳家良亦提及，針對合作區與澳門嘅融合，應該從多方面開展推進。第一個就喺硬聯通嗰方面，即係譬如好似通關更加便利啲。第二個咧就係嗰啲交通上，譬如澳門有冇更加多嘅一啲跨境巴士。我諗軟聯通亦都係好緊要，譬如街總有啲服務入咗去橫琴，即係服務鏈咧可以係做得更加多啲。咁啊，從生活便利嗰度，我哋好希望其實帶嘢過嚟會更加方便，同埋就係喺橫琴入邊咧
一啲嘅鋪頭或者係一啲嘅餐廳飲食嘅就會更加多嘅選擇咧。橫琴就係為澳門而建設嘅，咁我哋一齊去即係建好橫琴。